资深艺人于天、李亚平的二女儿于愿启日前在圆山饭店补办婚宴，现场政商艺界名人云集。不过事前发生李亚平爆料彭恰恰只包3600元被退回的红包之乱，引发外界对于众人礼金的关注。昨天22日，于天现身节目时，自曝这次嫁女儿共收了300万左右的礼金，但他透露光婚礼场地就烧了近300万，不亏也没赚。即将投入立委选举的于天，昨天接受爆乳辣妹主持人专访，被问到这次嫁女儿礼金共收了多少，于天透露总共约收了300多万。不过，光婚礼场地费也烧了近300万，只不过因为有很多赞助厂商支持，包括婚纱、喜饼及礼服都有赞助，因此这次没有亏。至于这次的红包之乱，于天也解释不会介意彭恰恰的发文，直呼大家这么久的交情了。他表示自己在意的是好友不来，却连通电话也没有，强调不会乱发帖子，一定是有交情，经常有联络才会发帖子，我哪会看人家包多少。被问到会不会去看彭哥的新电影《大三元》，于天则说自己比较没时间看电影，等戏下档后会看。